人意。水滴滴等待已经是半年，为怎样无破无事，害阮心稀微。心爱的囝子哪讲，你实在无趣味。有一对可爱的爱才爬过来，引起阮思念，当时谁人知阵来？要对阮讲着情话，满面笑嗨嗨，为怎样约束的话，怎么这实在？心爱的囝子哪讲，到底是为啥代？迄阵的声稀奇，令阮心茫茫。江边的无情海风，切煞阮希望。阴暗的光明村边，闪闪翅膀，为怎样徛几半暝？